后来乡亲啊，伫这个地洞当中又搁看到亲情的温暖。花莲市中和街一栋社区大楼，地洞摇甲真厉害，一个姓吴的住户，当时是抱着囡仔，才拄入去大楼，就拄着地洞，伊马上就走出去，结果跋倒去，手断去，但是伊也是甲囡仔揽条条，爬起身抱囡仔来逃命。同一个社区，也有另外一个爸爸，虽然已经走落1楼，但是因为担心行动无方便的30岁后生，所以伊马上洗翻头，佮冲去4楼，用轮椅把后生救出来。老爸抱囡仔才拄行入社区，后一秒熊熊地动，未少住户是赶紧走出来逃命。一个老爸囡仔抱咧，就随走出来，一路保护囡仔头壳。也毋过因为实在害羞大下，规人徛袂在，摔倒在地。这一个摔，互伊手骨骨折。也毋过老爸紧张后生是赶紧爬起来，带囡仔赶紧逃命。站不稳啊，跑步的时候都重摔倒地，就当下就送医院开刀了。对，那他已经出院了。那听说是手肘的部分断了3、4节。代志就发生伫4月初3，花莲市中和街这栋社区大楼内底即摆也阁一直咧漏水，壁都是损害甲真严重。保护后生吴先生，这个伙仔3个人就住伫遮。吴先生送病开刀了后，已经出院，将近3个月才会当恢复。勇敢保护后生的老爸也阁有伊。规间厝和地洞乌甲乱七八糟。大港社区4楼的吴先生，厝内有30多岁行动不便的后生。地洞发生的当时，伊人已经走出来，因为有小儿麻痹，已经路摆咧。也毋过伊随翻头冲入大楼，用轮椅救出后生。什么都不搬了啦，乱七八糟的。我第一个想到我儿子，先把他用起来，用轮椅把他推下来，先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天灾无情，也毋过这老爸勇敢保护后生，嘛互人感受到亲情伟大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